的存折是要人间来建立，为了我们的生死大事，我们不来人间白走。刚才说修就是在人间里面怎么样去完成我们的生死最后的目的。我想要回到我要回去的地方，我希望我在人世间能够有一个经典之作。那当然啊，人家说天堂没有那个无功无德的什么神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天上没有无功无德的神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行功立德，行功立德哦。那有人会就说，为什么要行功立德？因为存折，天堂的存折，我们刚才讲，在人间造，不是死了之后我才到天堂去造功造德，不是哦。那地藏经就告诉我们，他说福言福体重，举止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哇，众生啊，他在讲这些众生啊，这些众生啊，你们的举止动念啊，没有一个不是你们的业，没有一个不是你们的罪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或许都会觉得，我哪有什么业呢？我哪有什么罪呢？各位浅显，你们知道什么是业吗？听到这个业好沉重，对不对？听到的这个业有没有很沉重？有啊，很沉重。可是你们知道什么是业吗？业就是你的所作所为叫业，业所作所为哦，叫做业。那么呢，今天我们讲，我们学生有没有课业？有没有？它叫课业。对塔珠啊，我说我要去看书，我们要创造我们的什么事业？所以他每天花了很多时间在怎么样，在工作，那叫事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叫业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所作所为，做善叫做什么？善业。做恶呢，叫做恶业。那你今天做了这么多业，不管，但是你一定有一个恶业，有一个善业。那不管你做的是善业，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恶业，这些东西你还是要接受有来有去的轮回，所以你必须要两业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以为你这辈子人偏啊，你后世人没骗人哦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你不要以为说你这辈子做的善事以后你不会得到好的福报哦，都会。有来有去，欠债还钱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杀人什么偿命哎，真的是这样子，你不要以为没有欠人家多少你就还人家多少，没有欠人家，人家欠你的，下辈子他必须要来还你，这是一定的什么定律啊？一定的定律啊。所以说我们在想这个业，我们要做什么业那么呢罪。讲到罪又更沉重了，罪，哇！我都觉得我到底有什么罪啊？这个罪，各位亲戚，你看到这个罪，这两个字是什么？是。对，你们好聪明啊！我用的最简单的是叫什么？权。差呢叫非，是不是？那各位亲戚，人生都在是非当中的对立当中争对错，有没有？人生都在是非里面找，然后对错争，争了一个对，争了一个错，兄弟会不会争？会呢，从小就争玩具呢。你若生一个无代志，你生两个有代志呢，是不是？生三个都痛，我也是啊。生一个买一个玩具，他就是他的嘞。你生两个，你要买两个嘞。生三个要买三个嘞。生10个就要安怎对，所以你想，都是在争。小时候争玩具，长大争什么？对你拢唔通老先生，厝你囝你妈妈拿小电视给你听，因为那到尾玩具给的都不是你的哦。你想一想到最后都在争财产。那个躺在那个棺材里面不安宁，人家还无想要给咱带，咱爸妈怎么伊都无想要给咱带。
有够可怜的。我留那么多给你，我还在冷冰冰的棺材里面，是不是争财产？朋友之间会不会争？会不会？会哦，大家都很善良。我们是来体验一下，朋友之间也会争哦。工作伙伴会不会争？会哦，有上过班的人就知道哦，也会搞小团体哦，是不是？都是在争让老板怎样喜爱我，对不对？同学之间会不会争？会啊。你这次考第几名？我下次我这次少你1分，我下次一定要拼过你。会这样啊，都是在争。修行人会不会争？会。哇，那两个怎么讲那么大声呢？好吧。哦，对呀，都是在争啊。争什么？争一个名嘛，争一个利嘛，无非就是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我想要让人家知道，我想要知道我有甜头可以。所以你们去想一想，小孩子从小像小杰这个年纪，他如果上了幼稚园，这个1年级刚开始，一定都是什么是非题，对不对？然后慢慢长大，又多了一个什么选择题，开始选择，那个是黑的，那个是白的，那个是红的，那是绿的，开始在让你选择，选择到最后叫什么？计算题，有没有？开始在算哪一个对我比较好，哪一个我赚的比较多，哪一个人是怎么样，是不是都是这样子？人生就从是非题开始变计算题，计算的，你们小心一点，我现在就在计算，等一下要叫谁起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都在计算，有没有？我每天都在计算，所以到洗衣吹溜，你知道吗？晚上要吃安眠药啊？没有，我没有吃安眠药，我喝茶 ，OK。所以我们想，人生多苦啊，苦不苦？苦啊，就是这样才苦啊，苦了谁？苦了自己呀、因为你根本就不想要放过你自己嘛，对不对？放下，放下。一切都是假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都给我，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呀。对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海涛法师啊。我告诉你，原因都是因为什么？最皆是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我，所以最有我即生，有这个我，我啊，我有属境。你们懂不懂？你们了不了？你们知不知？你们那是我，对不对？我因为有我，我想要享受，我想要漂亮，对不对？我也就是两个，我想要拥有一切，我想要我。老师，我看我们在讲话什么东西都是什么为先？我是都是我最大，你就排在老2哦，他就排在老3哦。是不是？所以我是不是第一个？但是因为有我，不好意思，你的罪就开始因为有我而开始产生了，因为你开始会分对错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讲的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有我，你就会有分别；因为有我，你就会有对立；因为有我，你就会有好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啊。你若较侪互我甲你讲，我会甲你感谢；但你若较少互我甲你低调调，是不是这样？人都是这样啊，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好；你对我不好，我就记起来。不一定哦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是不是？拍拍手。我们今天都很轻松哈，上课哈，所以我们去想，因为有我啊，所以罪是由我的哪里？心里面开始生一切。化学变化，所以那个化学啊，你看那个元素，化学元素哈，只要是一个单一的，它都没事的哦，是不是？只要是一个单一，它叫做什么？有没有？有哈。如果是一个钙，就说什么什么，我说真的，我的化学学的不好啦，所以我要想几个有限啊，钠、盐啊什么的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那几个。它
那个元素如果只要是一个人的用就水。可是呢，我们那个谁发明的，就一定要 H2O 变什么啊？然后什么加什么会变什么？人家好好的加了一堆，就变成不纯了。那我们人就是这样。我们本来就像那个小阿姐一样，小时候好可爱。不过小阿姐现在有一点调皮捣蛋，她像那个 QQ， 她现在怎么让她她都不会怎么样让你拉。对，是不是？我们小时候是这样小时候你被爸爸妈妈打，你知道吗？你婴儿的时候，你1个月你刚生出来1个月，妈妈打你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等到你懂事有分别了，你才会知道。因为你已经有我了，有我的存在，我会我执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要休息，就告诉候选到几点？有电吗？10点好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孩子一样，都经过那种最纯洁的时候，不是纯洁卫生纸是像纯洁卫生纸那么白，纯白。对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都是因为怎么样开始被污染的，开始污染了这么多的什么化学元素，化学元素。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净化？那来对比嘛，叫做过滤。我们在修正这个过滤，在过滤当中。那但是过滤很难过滤，对不对？很难过滤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要借用很多的东西来沥干净，找到最原来的原始。那我们现在人也要借用什么？借用佛堂经典善知识来行功了愿，让我们这一些杂质怎么样，慢慢的什么去净化，慢慢的去去除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行功立德，就是要了我们的业；行功立德，就是要了我们的什么罪。那因为10点了，等一下后续再继续，再继续讲，好不好？好，休息20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要小气哦。好，休息15分钟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2